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纪录片《无美乐》的主角昆宾伯啊去做仙咯。20号下晡离台南后壁老祖厝内过身，享受92岁。昆宾伯啊，为一个点点做事的农夫，到将做全国出名的人物，伊谦卑勤劳的作风拢无改变。伊用心来推广着台湾美，带动社区的发展，坚守爱乡土的精神，互真侪人感动。简单可庄严的灵堂，门口采古锥版的相片，互大家看到伊温暖的笑容。纪录片的主角昆宾伯啊，20号下晡伫咧台南后壁旧厝过身，查某囝会知影代替爸爸来庙里拜拜，讲到爸爸，就唔甘靠流目屎。跟神明说，爸爸老弟子已经不在去极乐世界了。昆宾伯啊过身，互大家拢真唔甘。刚开始纪录片主角的文林伯，冇来给念香。我这三天我咪都，我嘛痛哦，看人啥人打，这一家人当。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、台南市长黄伟哲，政坛人士拢真唔甘来看伊这世人。在田里种草，点点做事的背影，互大家看到台湾农民朴实打拼的精神。迄比赛得冠军哦，唔是人熬，天公伯斗保庇，哈哈，气候好，对我过的品质都袂歹。翕纪录片《有美乐》的主角，正做同人仔的人物，伊共款面子用心推销台湾好美，互庄脚旅游兴起来。肥啊较少的，肥啊较少对人身体较好。伊离开世间，互各界拢真艰苦，毋过伊对农业的贡献，甲爱乡土的精神会永远流传。